當你覺得生活成日留低太多痕跡，成日俾過去嘅選擇或者將來嘅擔憂困擾嘅時候，不妨聽下莊子喺《人間世》入邊嗰句好深嘅話：絕迹易，無行地難。唔行路好容易，但要行路而唔留痕跡就好難。呢句話初初聽落有啲矛盾，但係佢正正講出我哋內心深處嘅掙扎。我哋日日都喺度行動、選擇、同人互動，但同時又渴望某種唔俾束縛嘅自由。諗下，如果你可以全程投入咁生活，但唔俾任何經歷定義，唔俾任何得失牽緊，咁會係咩感覺？真正嘅無痕而行，唔係要我哋變得冷漠或者無所作為，而係學識喺參與中保持內在嘅清明，就好似水流過石頭，滋養咗大地，但唔留低佔有嘅印記。呢種生活方式要我哋重新理解咩叫成功，咩叫有意義嘅人生，或者最深刻嘅成就，正正喺於唔執着於任何成就。當莊子話為人使易以偽，為天使難以偽嘅時候，佢觸及咗我哋現代人最核心嘅困境。我哋活喺一個充滿期待嘅世界，無論係社會嘅期待、家人嘅期待，定係自己內化嘅標準，都令我哋習慣性戴上面具。但你有冇留意到，當你順應內心最真實嘅聲音嘅時候，嗰種偽裝反而變得困難。就好似一朵花，佢唔會刻意要開得比其他花更靚，佢只係自然咁綻放。呢種天性嘅流露，有一種不可抗拒嘅真實力量。問題係，我哋成日已經習慣咗偽裝，甚至忘記咗咩係真正嘅自己。重新揾翻天性，需要嘅唔係更多嘅學習，而係更多嘅卸低。卸低嗰啲唔屬於你嘅期待，卸低嗰啲令你覺得沉重嘅角色扮演。當你開始聆聽內心最安靜嘅聲音嘅時候，你會發現真實嘅自己其實一直都喺度，從未離開過。我哋生活喺一個好重視邏輯同條件嘅時代，要飛翔需要翅膀，要成功需要努力，要快樂需要理由。但係莊子輕輕提醒我哋，仲有另一種可能性嘅存在。呢個唔係要我哋否認現實嘅法則，而係要我哋打開心靈，睇見超越物質條件嘅精神力量。有時最大嘅限制唔係外在嘅條件，而係我哋內心嘅設限。當我哋相信自己只可以喺特定條件下先可以快樂，先可以自由嘅時候，我哋其實已經將自己困喺一個睇唔見嘅籠入邊。真正嘅自由可能嚟自於放低我哋以為必須嘅條件，就好似雀仔唔係因為有翼先自由，而係因為佢從來唔懷疑自己屬於天空。當我哋停止為自己嘅局限揾藉口嘅時候，往往會發現嗰啲睇落唔可能嘅事，其實一直等我哋去發現。未聞以無知之者易，冇聽過唔憑借知識去認識嘅。呢句話令人深思，因為我哋嘅文化好重視知識、經驗同埋理性分析，但係莊子暗示一種超越頭腦嘅認知方式。你有冇試過咁嘅經驗？面對一個複雜問題嘅時候，越係用力思考，越係覺得困惑，但當你放低所有分析，用最純真嘅心去感受嘅時候，答案反而自然浮現。呢個就係無知之知嘅力量。呢個唔係反智主義，而係對智慧更高層次嘅理解。真正嘅智慧往往嚟自於空杯嘅心態。當我哋能夠暫時放低既有嘅知識框架，用初心去睇每一個當下嘅時候，生命會向我哋展示佢最深層嘅奧秘。呢種直覺嘅智慧唔需要解釋，但能夠帶嚟最深刻嘅洞察。好多人誤解咗莊子嘅無為思想，以為佢要我哋完全唔行動，變得消極被動。但真正嘅無為係喺行動中保持內在嘅寧靜，係參與而唔執着。想象下舞者喺舞台上嘅狀態，佢全程投入，每個動作都充滿生命力，但係同時佢嘅內心係咁平靜，唔俾任何外在嘅評判干擾。呢個就係動靜皆宜嘅生活藝術。喺日常生活中，我哋可以全心全意咁工作，全心全意咁愛，全心全意咁關懷人，但同時保持一粒唔俾得失牽動嘅心。呢種狀態需要練習，需要我哋學識喺忙碌中揾到寧靜嘅錨點，喺紛擾中保持清明嘅觀照。當我哋能夠做到呢點嘅時候，行動本身就成為一種修行，成為一種回歸本心嘅方式。最終，莊子要帶我哋翻去嘅係最簡單亦最困難嘅狀態，做自己，唔係刻意嘅修行，唔係複雜嘅技巧，而係俾生命如實咁流淌。呢個意味住接納自己嘅所有面向，包括嗰啲我哋認為唔夠好嘅部分。當我哋停止同自己作對，停止試圖成為人哋期待嘅樣嘅時候，一種深層嘅喜悅就會自然升起。喺日常生活中實踐無為而治，就係學識相信生命本身嘅智慧，相信當我哋唔再過度控制嘅時候，事情往往會以最好嘅方式展開，相信當我哋唔再執着於結果嘅時候，
最美好嘅結果往往會自然發生。呢個唔係消極嘅等待，而係積極嘅信任，相信生命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嗰個超越個人意志嘅更大智慧。當你能夠真正放低控制，真正回歸本心嘅時候，你會發現原來自由一直喺度，平安一直喺度，你所尋找嘅一切其實從來冇離開過你。如果呢啲話能夠為你帶嚟一啲寧靜或者啟發，歡迎分享俾身邊同樣喺度尋找內心平靜嘅朋友。願你喺接下嚟嘅日子入邊，喺行動中揾到寧靜，喺繁忙中保持清明，喺變化中體驗到嗰個永不變化嘅真實自己。